大家好，呢個星期來跟隨我學習歷代志。我設計咗一個簡單又好玩嘅家庭遊戲，希望幫助一家人互相彼此了解，同時學習救主耶穌基督點樣喺生活中帶領我哋。呢個主題叫做一個故事，唔同嘅眼光。我覺得愛嘅開始係學識點樣用其他人嘅眼光去睇事情，即係了解別人。呢個玩法好簡單，請全家人揀同一件大家都經歷過嘅家庭事件，例如生日、家庭活動、去教會或者一次嘅旅行。之後每一位嘅家庭成員用自己嘅角度去分享，可以錄音2-3分鐘，寫幾句話，或者細路仔可以畫畫都得。你會發現明明係同一件事情，每一個人記得嘅細節、感受同埋最重要視野都完全唔同嘅。當大家分享之後，最重要嘅唔係邊個啱邊個錯，而係互相聆聽、互相欣賞。好多時我哋以為自己好了解屋企人，但係原來留意佢哋嘅感覺，佢哋所留意嘅嘢，覺得重要嘅嘢係完全同我哋唔同嘅喎。呢個遊戲咧可以幫助細路仔學習點樣站喺其他家人嘅角度去思考，去明白同埋尊重家人。歷代志提醒我哋要記住神嘅恩典，同埋記錄神點樣帶領我哋。如果我哋一家人養成分享同埋記錄生活嘅習慣，將來睇返轉頭就更加容易睇到救主耶穌基督點樣一步一步祝福我哋嘅家庭。希望大家都試下呢個家庭活動，一齊彼此學習了解，互相相愛，同埋一齊睇下救主耶穌基督點樣嘅手一直帶領我哋。